香港影視大亨向華強同佢老婆向太陳嵐為佢哋家族資產嘅傳承問題投下震撼彈。據聞，向華強同向太已經達成共識，決定將所有遺產成立成為一個家族信託基金，仲一反傳統，將管理權全部交俾大新抱郭碧婷，而唔交俾兩個親生仔向佐同埋向佑。向華強解釋呢個安排，話係因為兩個仔都唔太識理財，怕家產被揮霍或者俾人呃，希望有識得理財嘅郭碧婷代為保管，同時都係想向佐可以好好咁對佢老婆。以後兩個仔只可以按月領取基本生活費。向佑對呢個安排表示不滿，但向太已經將佢封鎖，向華強亦都拒絕見佢，仲話依家只係透過秘書同佢溝通，家庭關係有啲緊張。不過呢個遺產管理係有條件嘅，如果子孫移民去美國或者去美國讀書，佢哋嘅繼承資格都會被取消。另外，如果兩個仔躺平唔做嘢，生活費都可能會被停發。值得一提嘅係向華強都留咗退路，佢話如果向佑未來10年表現得好，仍然有機會再調整分配方案作為鼓勵。